牦牛是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特有珍稀牛种之一，主要分布在我国的青藏高原。生活在这里的人民，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它。这头牦牛虽然是人工饲养，但是它体型魁梧，牛角锋利，是牛群的首领。今天它的主人把它放出来，不仅仅是为了晒太阳，而是为了和一头黄牛在这高原之上一决高下。双方见面分外眼红，二话不说就开始战斗。很明显的能够看到，这头黄牛也十分强壮，虽然体型比牦牛小了一点，但是它并没有退缩，能够看得出来，双方势均力敌，互不相让。周围的很多牦牛很有规矩地站在一边观看，都没有插手这里的比赛。这头牦牛在力量上占据了优势，但是黄牛利用自己的牛角压制了牦牛。就这样，一时间双方都没有必胜的把握，场面一度僵持不下。在一次的进攻中，黄牛的牛角占得了先机，把牦牛压得抬不起头。突然间，牦牛坚持不住，撤出战场，跑向了自己的族群。黄牛虽不想放过它，但是面对牛群，也只能放弃追击。抖音。